迎大家嚟臨由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全力支持，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主辦幸福摩天輪充滿愛社區同樂日。摩天輪咧，亦都象徵住咧，我哋家庭咧，其實係都有一啲嘅成長週期啦，我哋一啲嘅生命週期。其實高高低低咧，其實就係讓我哋咧睇到唔同角度嘅風景。更加重要咧，其實係咩人坐喺個摩天輪一齊？其實就係我哋家庭裏邊每一位嘅成員。